當你以為用緊嘅借貸協議穩陣過銀行保險庫，點知原來個保安系統脆弱到俾人用一個漏洞就拎走咗900萬美金。呢單嘢係咁嘅，有個攻擊者喺 Banzolan 上面利用 Super 預言機驗證器嘅漏洞，瘋狂谷高咗 Sauce 呢隻抵押品嘅價值，然後借走咗成900萬美金走佬。官方到而家都仲喺度研究緊，話緊係咩異常價格波動。講呢啲根本唔係波動，係直頭俾人改咗個價錢牌。呢個漏洞嘅本質就好似你去超市買嘢，個收銀機嘅價錢唔係睇貨價標籤，而係睇隔籬個細路仔喺度舉嘅數字牌一樣咁兒戲。攻擊者就係嗰個舉牌嘅細路，佢想索食幾多就舉幾多，然後協議就乖乖照價借錢俾佢。成個過程暴露出嚟嘅唔單止係預言機代碼嘅低級錯誤，更加係成個借貸協議對外部數據源嘅盲目信任，連最基本嘅價格來源驗證同異常波動檢查都冇做，就咁將幾千萬美金嘅資金池開放，呢種勇氣真係令人佩服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，成件事根本就係將金庫嘅鎖匙交咗俾一個街邊嘅報價員。Super 個預言機驗證器寫到咁流，Banzolan又照單全收，兩邊夾埋完美示範咗咩叫一個咁寫，一個咁用。喺 DeFi 世界，你唔驗證，你就係下一條水魚。今次蝕900萬當交學費，抵死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